来要来防堵到非洲猪瘟，就于今仔日开始，全国禁止用喷来饲猪1个月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早起到新竹来视察，再三来呼吁到猪仔农，千万唔通来用喷饲猪。也若无，只要有任何的一间受到非洲猪瘟影响，那你全国就会全部将做非洲猪瘟疫区。到时阵，唔那猪肉无法度出口，继续恐惊嘛会大排市。禁止用喷饲猪的头一天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就到新竹去巡视。进场的请查一下消毒槽。那人数爱管制，嘛拢总爱穿专题防护衣，护衣更爱彻底消毒，就是希望讲保护台湾的猪仔食。陈吉仲呼吁讲，唔能够用喷饲猪。任何一个畜牧场违反了规定，我们用动传法，第一次罚5万块；我们用饲料管理法，第一次罚3万块。农委会甲环保署联手，将每一天1200外栋的家电甲塑胶废弃物加喷，拢做处理。因为一场若受影响，整个台湾都是列入疫区。厨余还是要妥适的处理，否则它会造成更大的风险，因为它会流动到在各地。那如果野猫野狗那吃到了，也会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畜牧场。除了补助以外，那犯规的买处罚，就是要防止非洲猪瘟病毒。